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嘅》，我係吳依容。因為大家如果要看戲看電影哦，唔過可能平常時唔會想到，甲看唔到嘅人，因為都冇辦法享受一道服務嘅嚇。故所以廿年來開始有口水影像，呀地步呢，其實聽起來幾簡單，好，幾像講古都好。拍冇咁簡單，有幾多嘅專業，故所今日呢來同人哋分享一個口水影像專業，韓國一個故事嘅係熒光點口水影像工坊嘅創辦人同團長吳怡怡，歡迎怡怡。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現在來自閩南嘅吳怡怡，今晡日過分享嚟到也同大家聊。怡怡也團其實講啊，還算爭哦，因為係媽媽係漢人。媽媽係閩南人，係哈，不過爸爸係河洛人，所以其實你從小沒什麼機會講客語，對不對？對，就是只有過年回去美濃啊，或者是說偷聽媽媽跟家人電話講的時候，可以去聽到一些客語。那平常的時候就真的比較少機會可以去說到這樣子。不過剛剛這樣聽起來。你還算有那個天分哦，覺得可以趕快學起來。因為頭都你有講，以也希望屯一個母語，媽媽的語言，也其實蠻想要撿回來的。對，這是我就是最大的夢想，就從小到大都希望媽媽可以跟我說客語，這樣子。對。頭都聽起來可以哦，係希望下禮拜五來嘅時節，都可以講下嘅嗬。今日有唱到語音呢，都係頭都有講到口水影像，我覺得這個對很多觀眾朋友可能都還算是一個蠻新的詞。對，好，不過一開始先同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好嗎？就是你當然我們還沒有這個專業的學校教育嘛，那你一開始是學什麼？我其實是舞台劇的演員，我的學校是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那我是主修戲劇畢業的這樣子，所以我一開始是畢業之後就到了嘉義的這個劇團去裡面深耕，那希望可以就是成為一個專業的舞台劇演員。那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就是劇團的前輩他就跟我講說，那你有沒有就是在場的哪一位學員下一年的10月份有空這樣子，然後我就舉手說，我有空，怎麼了？就因為這樣子就開始這件事情。所以那時候還不知道要做什麼，完全不知道，只是先敲定了時間這樣，然後才開始被帶入這個產業裡面。那個時候的問有空就是要做口述影像嗎？是因為這個前輩他其實在前一年的時候，他是唐美雲歌仔戲團，那個時候我們在跟他們，就是兩廳院有跟唐美雲歌仔戲團合作，那時候就做了一個叫前一年是做一個叫葉未央的戲，那這位前輩他是被邀請做一個台語的口述影像這樣子，然後隔一年呢，這位前輩他被受邀去舞台上演戲了。對，所以就沒有辦法有一個人來說這個口述。那前輩就想說找下面的子弟兵們來試試看這件事情。然後我就是唯一一個舉手的人，所以就這樣子踏進來了。阿嘉哈嘿哪一年的時候？我大概是2017左右開始準備，然後2018演出。所以真的很早那個時候台灣幾乎還沒什麼人在做。對，應該幾乎那時候是在一個嘗試的階段，還沒有公開的。對。我們一開始聽到口水影像、口述影像，就覺得看圖說故事。可能你一開始也大概是這個連接，但實際接觸以後，應該是很不一樣吧？非常非常不一樣。其實我覺得一開始都會用自己明眼人的一個想法去說，那會覺得自己是不是類似像旁白，或者是像說書人那樣，但其實實際去做的時候，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那我們是透過跟視障朋友們實際上的一些互動，然後包括說回饋什麼的，會去跟他們聊，我們這次講的如何？透過這樣子的互動，才知道說真正的口述影像是要怎麼樣做才會符合他們的需求。剛剛第一擺做的時間，我做那道功課，來讓你可以做出這個口述影像的東西出來呢？你要做哪些功課？因為你完全就是從零開始。對，我其實會
就是称呼自己有点像考古学家的感觉，真的是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去了解，因为我们的口述影像呢，不可以带着自己个人，就是吴怡颖自己个人的一个意识去做诠释，我们一定要站在剧团或是导演、演员，还有这整个剧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去帮忙说这些东西。那所以我们会尽量踩在一个中性的角度，所以像是包括说，前置作业的话，我可能会连剧团的创团始末我都会去做一些梳理，然后跟这个剧的理念啊，还有每个设计师他所做的一些理念等等，全部都会去做一个了解，这样子。哦，共包括那个灯光、舞台、服装这些全部元素，对。哦，所以真的像考古哎，真的你不是只要了解那出戏而已，是对的故事，对，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要了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种执着啦，就是我毕竟是舞台剧的演员出身，所以我们在做功课的演员角色功课的时候，也都是这个样子。就我是代替这个剧团演这个剧，我们想要传递的理念是什么？那我们导演的眼光是什么？我就会想要去了解，我才会从这些了解之中，就是把自己浸泡在这个环境之下。然后就会反射性的可以去选择一些适合这个剧的一些词汇，就是我们每一个句子要讲的东西都很自斟自酌的去挑选的这样子。不过你让17年做，刚他还连参考书都没有哎，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完全就是自己摸索。对，就是边做然后边学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每一次做完。其实我们在正式演之前，我们会有一个视障的审听会，那我们会邀请大概2、3位或甚至5位的视障朋友们，他们有相关的审听经验，所以他们就来在彩排的时候，我们会试讲一次整部剧，那还有包括前面的一些活动，会让他们整个有一个算是一个彩排啦。那让他们听过之后，透过他们的反馈，我们再去调整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对。故作给执行上，如果黑视障朋友他，譬如说在国家戏剧院，对，他就是戴着一个耳机，是，然后他会听到那口述影像，如人家舞台上发生某个事情，你们会讲给他听。对，是。所以他的讲就不是只有故事，对不对？你的描述其实要蛮精确的，因为你又没有很长的时间解释。对，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原则性，就是说不可以去打到演员的台词。对呀，所以不能压到他的不行。对，我们比较是一个陪伴者，就是去帮助他可以多理解这个剧里面的一些视觉上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比方说，我们不会有个人主观的说，男主角看起来很高兴，这个不行。我们该鲁中的我们要说的是，比方说男主角的嘴角微微的扬起，对，他笑了，就是我们不会去揣测他心里面的这个想法，而是主观，就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方式去叙述而已，这样子。不过你黑完全唔抵亏是周围，你弄抵讲唔好按你讲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不要？其实一开始一定会犯错，那就一样是透过反复的跟视障朋友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告诉我们，你这样讲我们不喜欢啊，真的啊？对。他不喜欢你那么早就讲出了这个，就是等于你一直在破梗，就是没错，他们就说老师你不要破梗啦，谢谢你这样子，对。因为我能看到黑暗呢，不过也还唔伫后背的故事，唔按照路讲的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也要帮忙埋一些伏笔，然后把一些东西用暗示的方法把它讲进去。哇，这个真的，这些直接现实上的差异就是明眼人跟视障者。对，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的确不知道他们的需求，对，所以他要花非常多时间去沟通，对不对？是，对，因为那个不是说所谓感同身受就可以。对，但是一定也得用感同身受为出发点。像有些人，他们可能会太想要表现自己，就是好像，我很会告诉你一些故事哦，我很会讲哦。那
你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去说的时候，其实你所选出来的字就会太强过这个戏了，对，所以我们要在那个戏下面。哦，对，学问过多呢，学问很多。对，不过你也过去吼，你迄本来迄舞台剧演员，也刚过个村，本来想会做这件事情，你本来是想要做这件事的，然后不小心举了手。对，不小心举了手，去做了口述影像。对，那你怎么竟然还自己成立了口述影像工坊？哦，这个其实是一番挣扎一下，这样就是觉得说啊，那其实呢，我觉得我是受到视障者的很多感动，就是每次我们演出完都会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邀请他们，如果没有急着走的话，就跟我们聊聊。那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个故事，它也是我创团的一个，我觉得是一把钥匙吧，就是有一个北北，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就突然站起来，然后对我就是90度的鞠躬，真的是就是这样子一个90度，然后他说啊，很感谢两厅院。很感谢场馆，那也很感谢老师，就是做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来参与。我们视障者要能够从家里面踏出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心里面准备好才有办法。那你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让我好像仿佛忘记自己是视障者。我看了这个剧的时候的那个当下，我以为我是看得见的，然后我看完这个剧之后，我觉得好高兴。那我今天也有家人朋友跟我一起来，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有这样子的回忆，让我下次又更有力量可以踏出门来这样子。哇！对，我那时候真的是差点下跪，因为我觉得天哪，太感动了。我那时候其实是心里很紧张的，我觉得我有没有做不好。这是你做的第一出吗？对，第一出我就觉得，我那时候虽然这么紧张，可是我筹备了1年呢，就是从前置作业到看排练，然后把这个戏写出来，再把它练习，然后什么什么一直还修改。那我第一出做还是做台语版本，所以那时候还找老师帮我们上课这样子。哇，对，哇，这些故事就刚5月出合作嘛，都会误打误撞，结果变啊，这个要做亚风专业一次做下来吼。头头堂多的故事都真蛮相应的哦。俺哋底下呢，还要本太个看一些，如係你以睇做口述影像係太可用的情形，俺哋繼續過來講一個亞風專業。那一先拿去，再买点吃的。老大，谢老大。2名小喽啰进到便利商店里。我是大法师，来冰冻术。玉祥走到饮料冰柜前，他和班花慈婷同时伸手握住冰柜手把。玉祥抽开手。嗨，玉祥，你怎么在这里？玉祥腼腆微笑。你要喝什么？我帮你拿。麦香。慈婷拿一瓶麦香奶茶给玉祥，来，给你，拜拜。慈婷笑着对玉祥挥挥手，玉祥呆愣着看着慈婷离去的背影。我们今日的来宾是荧光点口述影像工坊的创办人同团长吴怡颖。多多看到的亚团影片呢，都是怡颖同家艺太好嘅学生诶，因为跟他合作的一个音乐微电影，然后你把它做一个口述影像版。对，怎么会有这个机缘？我觉得，感觉学生很前进的这个概念，就以南的作业还做了一个口述影像版。他们原本是每年都会，就是音乐系每年会有一个算百老汇音乐剧的一个公开的演出。那一年刚好就碰到疫情期间，大家可能都很难去外面做一些接触啊，然后舞台剧可能也变得比较少了，这样子，大家不愿意出门嘛，所以他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做成了微电影的演出。
对，那我也想说，借由这个机会跟他们合作的话，也许能够让这个东西口述影像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公开的作品。那可以让视障朋友看到更多好玩的作品，然后也跟音乐有关，他们都会很喜欢的这样子。那不同的平台做起来会跟舞台剧有明显的差别吗？我觉得不同的作品，它一定会跟舞台剧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口述影像这件事情，它不只局限在这些领域，光是舞台剧里面就有戏剧、传统戏曲、舞蹈。这些都可以说，那甚至有些音乐会，它可能有一点演出也可以加入。那像是电视、微电影，然后电影，还有像是一些展览空间的一些展品，他们都是可以加入口述影像的服务的。那这个专业上，其实你刚刚有提到一些哦，就是譬如说，这家光男主角看起来很高兴这些，对。那这种专业上，你可以再多分享一些，就是可能跟我们原本的想象很不同的，就不是只是看图说看到什么说什么，就它中间还有什么，你后来在做的时候发现到，这个专业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然后是可以一直在往前成长的。蛮微妙的，很困难，很难解释。我觉得蛮难解释，它得进到，就是怎么说呢？我每一个剧啊，其实真的会看，可能是100遍以上吧，就会一直反复的去。首先，我们必须先找出那个空档嘛，就是那个可以说话的空档这样子。那接着，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自己本来是艺术出身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讲一些专有名词，比方我讲京剧或是歌仔戏好了，我们可能会说炫子，对，这炫子你理解那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可能他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像我之前做过京剧的演出的时候。比方走圆场，可能大家还有点概念。可是如果是更老一辈或是小朋友，他没有接触过的话，我们的受众年龄是有很大范围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简化。就是说，像炫子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体操动作来说，可能就是说，身体像龙卷风一样的快速横向移动、旋转这样子。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这个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啦。所以当我们在说口述影像的时候，要用简单的一些词汇去带入，才能够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去接收到这些讯息，因为他们要接受的讯息量太大了，还有演员的台词他也要去记。然后我刚才说谁走到哪里，他又要去记，所以我们在这些名词上都要去做一些简化，这样子。因为对于一般人，其实我们用到眼睛比耳朵多很多。是的。我们很多东西看到的话，我们其实不太会注意那个声音。对。但对视障者，他完全要用耳朵去处理那些讯息，讯息量真的会很庞大。对，还要难怪你要看100遍。没错，而且他们还要记忆这件事情。所以像我们在选剧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做过不同类型的，有一些是直叙式的一个故事，那有一些是穿插的，甚至还有不同时空的戏，就是一个是现代，一个是古代，现代古代这样。其实会 confuse。这样，那我们后来才慢慢发现说，那好像直叙性的，其实反而传统戏曲很好做，因为他们的故事是从头到一个结尾这样，对，然后人物也很单纯。我说其实黑梅州在做口述影像，痛呢，要挑过，要稍微有些如果真的视觉上很复杂的时候，可能你要在那个时间内解释。让他可以听得懂，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2-3秒时间可以讲话，这是蛮困难的。这样，他当然可以做，我会觉得没有设限，可是它的效果也许不如我们想的那么好。这样子。接触以后发现他很多学问，然后像你刚刚上一段讲的，就是有一个老先生的90度鞠躬，对，让你你做第一次就接到这么对。这么有力量的回馈，对，难怪你要
而且我第2部戏我又看到那个老先生他自己买票再来看啊，真的哦。对，我就是我有默默的在旁边，我也不好意思去跟他打招呼，就是有点害羞这样。但是我觉得他又再来，真的哎，他就又有这个动力这样子。然后也是有一些视障朋友到后面就跟我都会变成好朋友这样，然后也说老师你什么时候要讲，我们就来听这样子。哦，对，刚刚嘛有很多荧光点，为什么叫荧光点？当时取名有取很久吗？有想了一下，但其实蛮有趣的是，我在思考这个名字的时候想了很多，还想什么台湾口述影像怎样，就是一些很大的名字。但后来就在想，可是好像又跟我的初衷有点不太像。然后我就骑摩托车的时候，突然想到，光点这个字，我觉得我自己，我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就是我好像多么带给他们一些很多的帮助嘛，或是什么。我觉得我比较是一个启蒙，或者是说引路人，就是引导他们去接触，就是可能帮助他们，然后透过这些服务，让他们可以，我就像是那个小小的光点，然后引着他们在后面走，然后他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这样。这是我的一个出发这样。那当时原本想到光点，可是又想说，不是已经有光点电影院了吗？那好像就不可以取这个名字。刚好我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有引，那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引路人，所以就把这事情把它串联在一起，就有了荧光点。刚刚成立要给工坊黑哪一年的时间？2023。哦，很新。所以你17开始做到23中间都有一直在做，有就是算是受邀。那我也在思考说，是不是我有更多的可能性，有一些小剧团，然后是儿童剧，我也可以推一些视障的小朋友啊，让他们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看戏，或者是说像偶剧，就是偶戏、超偶这些的，我觉得这好像都没有做过。那我能不能够自己立一个团之后，去把这些东西都推广进来，然后都试试看？我觉得让更多的剧团或是团队可以认识视障者，也可以让视障者接触不同的事情。那我甚至就是也写了一些计划，那去做北中南的一些不同剧种，然后不同地方的一些演出，这样子。可能如果影迷黑舞台剧演员哈，古说影迷可能一般会想到口述影像都比较偏影像类，就是电影电视类。不过影迷黑剧场演员，古说唔会想到几多，其实都黑剧场表演嘅东西，也可以做，也可以口述影像。刚还有好多演员讲都讲，也想要做大城市以外嘅。做唔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刚可能等下聊一下国际秀来参考你。我想到转来福起来嘅现场，俺哋今日讲到嘅一个重点係口水影像吼，你成立一个荧光点口水影像工坊，俺头都也讲到，其实唔想要做韩国多种类，韩国想要推广到北中南，唔要抢台北，唔要抢太都市，唔希望做本韩国多。以前冇接触过那种服务给人，让他们可以听到这些视障者也可以听到他们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艺文服务，但是应该也很多困难吧？会耶，就是我觉得蛮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就是所遇到的瓶颈，可能是中南部的朋友们他们不一定。有常常去接触艺文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们也许就是不习惯去看戏。那可能我们举办了活动之后，来的人也是寥寥无几，这样子就会有点可惜。那也有一部分，我觉得跟可能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所以大家不了解，那我们的消息没有办法传到他们手上。
所以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比较可惜这样。但我觉得尽管是有这些状态，我们还是应该要持续的去做，因为你必须做了，那再更多的努力，可能跟一些机构合作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等等的，再把人带进来，可能养成这个习惯之后，这件事情它就会活络起来，这样。那光是可以跟你一样做这种，就是看100遍，然后去写出稿子的人，其实就已经很少了吧？这样子的人员。对，因为我们这个服务其实它的受众也是相对来说是少的。主持人可以猜猜看，就是台湾有登记在册的视障朋友，大概是几名？啊，哇，好难想象哦。你是说有领残障手册？对，有领残障手册的。有领的人，我的猜想应该很多人不愿意去领。对。可是光是连这样，我团规推吧，有一堆视障者，其实都猜不出来哈。对我们来说，他们其实就我们也会蛮惭愧哈。我们总共的话，其实我猜个对5万啊，差不多。对，总共是6万左右这样。所以其实人数你看就这么少。那当然还有更多人是可能他不愿意去做登记，他可能心里还没有办法准备好说，自己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们服务的对象就这么少，那我们能够每年推的档次，其实当然也是相对来说是少的，所以我们的从业人员也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对，因为他也没可能做志工啊，如果人家是他完全是免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要耗很大的时间成本，是更不要说其实他有专业的能力在里面。对，其实要懂戏耶，而且其实真的每一档，我觉得我最快，我还是得花2个月的时间，就是整个制作期，我要去参与排练，然后做那些前置作业的准备，然后最后写稿这些。其实你要了解一下规个作品，就是不能只有故事，规个如了解，你就有韩国多的元素去解释这出戏，就是你有更多东西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我可以给什么这样子。对。而且你们在办，就算哪一个作品口述影像做出来耶，其实他要顾到的东西也非常多，对不对？如果视障者应用呢，如果他愿意，对路卡出门去参加这个活动，对，你们要花的人力很多，对不对？是。其实像他们来看戏之前，还会有这个交通上面的问题，所以像他们可能搭捷运到附近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去捷运出口接他们，就会有接待的这个路程，因为怕他们找不到地方。那接着再引导他们做报道啊，然后领设备啊。那我们在口述影像之前，我们还会有一个活动叫做触觉导领活动。这个活动的话是。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在剧里面很大量的去说明的时候，我们就放在前面来做介绍。它大概会有半小时到45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我们会让他们去触摸一些立体的模型，就是舞台模型，那或是服装有特殊的，道具有特殊的，我们就会让他们去用触摸的方法。那这个触摸其实代替眼睛的视觉。对，我们明眼人用看的就看懂了，可是他们用摸的，去让他们在脑中建构那个整个立体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刚刚所以这么多年做下来，其实你能够考量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广，对不对？对。因为一开始做一定会很难想象视障者他需要什么。对。可是越做就越知道，我可以再多什么，让他可以那个体验是更丰富的。对。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当然也会去请教一些视障的相关的一些老师或是单位，就是他们其实有长期服务这样子的对象，他们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很多很棒的指导。刚刚在台湾人家做一个口述影像，跟国外是有很大的差距吗？还是它其实整个全球都只是刚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算比较慢一点点。对，台湾大概是等到就是人权公约进来到台湾之后，那可能开始才进入法案嘛，就是开始有法律要去重视身障者或是一些少数族群的一些权益的时候，那
再开始去推广这些事情，这样国外可能会更早一点就开始做了。刚刚还有收到过，因为其实这样说下来也蛮多年了哈，你还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回馈？我自己其实蛮印象深刻，是我自己有被视障者改变，就是我看待事情的角度更细腻，或是更慢慢的在生活这样。有的时候我可能看这个画面，我以前就是这样扫过去而已，可是现在我会去看那个细节，就是我会去看，它这个是怎么构成的？那如果我现在要讲口述的时候，会怎么说这样子？那也是跟视障朋友相处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他们也蛮简单跟乐天的，就好像大家在接触他们的时候会下意识会怕怕的。那个怕怕的有可能是觉得说，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帮到他，或者是他会不会受伤什么什么？但其实好像他们没有想那么多，那他们也蛮乐天的在生活着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应该要学习放手。像我写稿也是这样子，我写很多东西，但是时间很短嘛，所以我要学习放手，我要剪掉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要剪，然后缩减这样。对。陆中感的以前记者写稿也是，就是对很多记者来说要写很多，没有问题。对。但是就是哇，如果我现在写起来是15分，我要变10分的时候。超痛苦，对，我也是一样，对，因为那是你也可能熬了好多个夜写出来的东西啊，我现在要把它剪掉了，真是太可惜。但有的时候我就是想到，导演他的想法，这个剧，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在一些抒情的部分，他可能明明有空间可以说，但是我选择不说，我让音乐出来。那这个音乐出来，它比我硬要再去讲一些东西，可能更能够帮助这个剧的一个氛围，然后让视障者有一个空间可以想象。所以像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不会是，就我觉得好像像为人父母吧，我们是陪伴孩子长大，可是我们不是绑手绑脚，不要去过度的干涉他要怎么看这个东西这样子。对，因为为人父母当例子蛮有趣。第一是，怡颖也是刚为人父母哈，因为所以你呢，6张年，对，小朋友爱这样，然后也是说，你就是很难去控制一个作品它要长怎样，是，包括它已经是做出来，可是你其实是有点在创作，也有一点点这个成分，对，所以你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导演，只是你导出来的那个戏是给看不到的人去欣赏。我觉得是视障者的眼睛吧，就是我是当他们的眼睛这样子，去帮助他们能够多看一点细节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中间虽然是2023年成立，都经差不多16年啊，不过你其实喊黑一个演员啊，你不会想说，哎呦，我干嘛做一个那么难的，我回去做演员，会有这样想过吗？可能我比较乐天吧，就是我其实也很喜欢看，我喜欢看东西，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做了口述影像之后，一出剧，你看我买票看一出剧，我只能看1次，但是我现在可以看100次，对，我觉得这样好像也蛮开心的，对，然后我不晓得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所以没有想那么多，就一直走下去了，这样。不会觉得很孤单吗？就是没有某方给盘啊，没有什么伴，不会这样觉得？还是有啦，还是有伙伴一起做，然后会跟他们很伤脑筋的时候，还是会跟他们讨论这样子。对，我们的班底其实蛮固定。对，也就是我觉得都是要是跟视障就有相同理念，就是他们也要，你看我们还得做一些服务嘛，可能他们视障朋友有需要拿东西或是去洗手间，我们也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细腻去注意到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一些适当的帮助，但是又不能管太多，这样子也不能给他们太多的阻拦，这样，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我觉得会有同理心，然后也是很有爱心的伙伴，他们才会有办法一起做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理想状态会达成什么样？你会有这个理想状态是什么吗？
我办的每一场活动都坐满，就是真的能够把这样子的需求，因为我们真的筹备好久，我自己写计划，然后再把一个东西做出来，可能真的要花1-2年的时间。那我前面还要跟剧团合作，或是跟场馆合作，那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把它撑起来之后，就是希望更多的视障朋友走出家门，然后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对。如果是一般人，他想要去体验也是可以的吗？还是目前其实没有？就如果有，应该有去过一种天样，它就是有口述影像场。是，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有说，如果你想要试试看，可能可以去要看看这个耳机，但它可能不会是目前还没办法那么普遍，对不对？它可能会优先以有需求的人为主，当然我们先开放给视障者。那如果有剩余的空位，我觉得其实让明眼人也能够来了解这一块需求的话，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因为它终究是在做一个共融，就是我们希望视障者不是被我们关在一个空间，然后单独为他们的服务，不是这样子，是他可以跟明眼人一起坐在观众席，然后一起体验，这才是社会，就是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对，才是这个事情的真谛啦。你如果说把这个剧看懂吗？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对，是一个就是共创一个美好的回忆。也许今天他跟家人出来看戏，他可以说，这个剧好难看哦。这样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喜欢跟爸爸妈妈还有朋友们去剧院或是去电影院看个剧嘛，吃爆米花，就是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权益，希望他们可以更普遍化这样子。很好的结论。今天非常感谢你分享按珍贵的故事，多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安子 say。好，多谢。跟观众朋友莫转台哦，接下来台面欣赏好好运通。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臉書粉絲專頁按讚，還個訂閱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